阿姨安怎？安怎？俺老公讲，你看哦，俺从面安部买了一个东河坤的乌木姜，嘿哦，唔看伊来动听呢。冇错啊。应该当上一啲员工旅行嘅世界带电机吼。希望下礼拜嘅天时，然下礼拜共用以后。你咩安尼希望？系啦。聪啊，我爸前几日去外国留学，佢就知道真好搞呢。哇，我冇看过线呢，听起来真好。系啊，不过佢就出国嘅时节咪清强天时唔好。迄讲我会出国啊，没听错，会从廿八强用按手里。错啊，古早佢就出国以前都有看下气象报告，清强度到落太雪。哦，系啊，迄讲落太雪，木主会看唔清楚，都危险。还有风太大没有可能会蜻蜓营运呢。哈，这就太大声咧。好对咯，这样是动松松嘅天时，唔会动人，做得来流血。佢真劲当好。真嘅流血系一个亲特别嘅体验，一定会注意。好啊，今日汉拜咩来规划流血嘅行程？好啊，其实出去了嘅天时，然后行程系共用重要嘅，假使有问题就做得来问阿爸哦。好啊，这就先感谢同廿八了。是客气。来看一下气象报告好。好啊。系啊，希望会好天。